做，但是你还是单身，有没有 ？OK， 好 ，OK， 这边看起来应该都是有小孩有孙子的哦。我记得跟我说，在他们教会里面这样子在服侍的人，剩下一对夫妇，其他人都看不见，完全看不到，然后所有的重担都加在他们身上，所以他一天去教会，从早上一直到下午，有时候就当时是要开会到晚上，然后没有找到其他年轻人，所以到底我们的年轻人跑到哪里去了？大家都在问，其实也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可能知道，不敢讲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的题目是什么？你认识我吗？你认识我吗？什么时候你会问这样一句话？你认识我吗？要人家认识你的时候，还是有时候你在工作的场合，或者是你在服侍的场合，突然间你就受到像刚刚戏剧里面有一些挫折，一些没有办法讲出来的无奈或苦衷，那你跟人家讲了，讲到后面心里面你会想说，那你就知道什么？那你就知道我是谁，我怎么样的？如果这个题目比较斯文，你认识我吗？如果我们讲的比较粗鲁一点，就是那你要知道我怎样的？我觉得大部分年轻人心里面总会有这句话：你又知道什么了？我们什么时候去知道年轻人他心里面想什么？什么时候知道年轻人他到底在做什么？为什么现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刚念的，我们刚要他们举手的，我们刚只有2个人举手，不是只有我们教会，很多教会都这样子，这些人就不见了。有可能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嘛，他们遇到什么事情。但有一个很大的可能，年轻人刚刚毕业，在还没有成家之前，不管他的感情，不管他的工作，所有的东西都还在变动，都还不稳定。这个相对之下，就会影响到他在教会里面的固定的服饰、固定的一些东西。所以我们就比较会感觉，他好像在教会里面没有那么固定的服饰，或是不太稳定。弟兄姐妹，当他们在感情、在工作很多地方面都不稳定的时候，我们也很难要求他可以稳定的在教会里面做什么。但是我们会常常碰到大家常常会这样去要求他，你要怎么样，你要怎么样。但是他同时又遇到一些感情上面、生活上面、工作上面这些的困难。当他没有办法非常确认的去答应你的要求的时候，有可能他就消失了。第一个，他可以不用面对这个什么压力，像赶快结婚的压力啊，还是一直问，你找到什么工作没有啊？这个压力啊，这压力啊，我不要来就不会碰到了。所以其实现在很多教会里面没有这一层的年轻人，他们都不见了。但是你很奇怪，他们都跑去某一种教会去，好多年轻人，为什么教会里面这些年轻人会不见？当我们说，那你又知道我什么了？你又知道我多少了？我们真的要想，心里面会问这样一句话，一定是他碰到什么样的挫折，碰到什么样的辛苦的地方，或是不了解的地方，他才会问出这样一句话。就是他真的问出来，心里面这句话就跑出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，我想应该今天改变彼得的故事了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他心里面有这样子的 OS： 你又知道我什么了？你又知道我怎样了？可惜他碰到的不是别人，他碰到耶稣。耶稣，如果我们读圣经，在这个故事他不承认耶稣之前，耶稣就曾经跟他说：“你会3次
耶稣不论你到哪里去，我都跟你到哪里去。他跟耶稣讲的这句话，这应该是他对耶稣的什么承诺？我们服侍的时候常常也这样讲，我们好好的在上帝面前服侍，好好的跟随耶稣。当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我们看到彼得后面很伤心，他前面已经伤心过一次了。他哪一次很伤心？耶稣被抓的那个晚上，对不对？他碰到一些人，都来问他：“哎，你是跟耶稣一伙的？”他说他不是，连续说了3次，第3次鸡叫了，他眼泪掉下来。原来耶稣早就知道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，彼得一样难过，跟他场合已经不一样了，他已经真的离开了他原来做的事情。在今天读的经文里面，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在干嘛？前面有讲，捕鱼，对不对？捕鱼，好，对他们族来说，捕鱼应该是很熟悉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家已经搬到都市来了，不太有人去捕鱼了。好，他们在捕鱼，他们回去做他们最熟悉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可能耶稣让他们失望，可能他们本来追求的目标没有了，那个领袖不见了，领导不见了。他们回去做他们耶稣呼召他们之前，他们就在做的事情。他本来是渔夫，他回去打鱼了，一样，跟之前圣经里面讲的曾经发生。在捕鱼的时候，捕了很久都没有捕到，突然耶稣出现了，叫他们怎么样开到水深的地方。当有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马上认出，这好像是耶稣的声音。这个似曾相识、曾经发生过的故事。所以在福音书里面讲到，他们是捕不到鱼，耶稣叫他们把网撒到哪边去，他们就捕到了。这对他们渔夫来说，可能是平常不会发生的事情。怎么听了一个人讲话，他们就捕到鱼？今天这件事情，同时再出现过一次，可能让他们想到，之前他们也曾经有耶稣跟他们讲过同样的事情，让他开到水深的地方，捕到了很多的人。他们再次在捕鱼的地方，在他们原来做的事情的地方，跟耶稣相遇。弟兄姐妹，他是在一个很神圣的地方碰见耶稣吗？就像摩西在旷野看到那个燃烧的荆棘，他觉得这是圣地，他碰见上帝了。他是在会堂里面祷告的时候碰到耶稣吗？不是，他是在他平常工作的地方，他平常生活的地方，他们就碰到耶稣，而且是曾经他熟悉的耶稣，只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那个声音了。就在他平常做事情的地方，他听到耶稣跟他说话。耶稣问他什么东西？你爱我吗？我们一直相信这段故事是在回应彼得的3次不认主，让彼得再一次有机会来讲他到底跟耶稣是什么样的关系，可以有什么样的关系。3次的，你爱我吗？
3次的时候，彼得他哭了。他前2次都说对啊，耶稣我爱你啊。第3次，彼得说主啊，我爱你，你知道，你是知道的，你无所不知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这个知道，在原来意思里面有认识。主啊，你这么认识我，你已经知道，其实我是爱你的啊，为什么你还要再问？如果耶稣知道，为什么还要亲口亲耳来听彼得跟他说：“主啊，我是爱你的。”当一个人挫折的时候，当一个人面对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最容易的就是把我们的目标转移掉、转移开。那我们就不要面对我们本来的东西。我想刚才戏剧有蛮明显的表达出我们在教会服事的困难。我也是一个不太会拒绝的人，所以有时候接了一些东西之后，到最后我会气自己这样，哎呀，为什么我要接这个东西这样？然后气自己为什么当初没有拒绝掉？然后最后很多东西全部加在你的身上。我相信教会团体里面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。但当我们接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开始会怎么样？我们干脆就搞消失了。